政府批准由科技大學籌辦本港第3間醫學院，目標喺2028年有第一批50名醫科學生，相信有助為本港培訓更多醫療人才。長遠對本地嘅醫科發展有3大好處。第一，培養跨學科醫生。科大醫院定位突出，學生將具備臨床能力同埋科技知識，可以話係醫療科學家，更好咁應對未來日益複雜嘅醫療需要。初期收生目標係第2學位學生，相信會吸引本港同海外更優秀大學嘅畢業生報讀。課程設計將參照國際頂尖醫學院，包括結合基層醫療同埋臨床實習，培養出可以將先進科技應用於臨床實踐嘅新一代醫生，推動醫療服務嘅革新，長遠提升香港醫療服務質素。第二，學術同埋資金兼備。科大喺數據科學同埋人工智能科學位列全國第1同埋全球第17位，反映科大教學同埋研究環境獲國際認同，有充足嘅條件吸引高質素嘅教學團隊同埋國際頂尖學生。加上科大資金充裕，自資喺清水灣校園興建醫學院大樓，並承諾投入逾70億元發展同埋營運新醫學院，足以支持醫學院持續發展。第三，引領北都大學城發展。長遠而言，科大嘅醫學院將進駐北都牛潭尾大學城，結合新綜合醫教研醫院，有助引領北都嘅產學研協作，帶動生物科技同埋人工智能等方面喺醫學上嘅應用，同北都嘅新田科技城同埋大學城發揮協同效應，助力本港發展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。本港時隔40年再增新嘅醫學院，科大任重道遠，承載港人對醫療創新嘅期望，培育精通科技同埋臨床醫療嘅醫學人才，透過科研開創創新治療技術，提升本港醫療服務水平，應對超高齡化社會。請大家留言分享同埋廣傳，多謝大家。